规零赛主会连续19档，拢会结合企业界甲机关团体共同举办关会活动，为会库增加救人救命能量。今年的活动将伫咧这礼拜，也就是19号，伫新丰高中举办。先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我们台南市的这样一个捐血中心的一个缺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的严重。那所以尤其我们在今年的3月19号。来跟台南市的捐血中心配合他们捐血月的活动来扩大办理。那希望大家在3月19号能够一同前往我们的这个地方新丰高中，能够一起响应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会长朱明宏表示，这次活动主要是配合台南关会中心的关会会扩大举办，以狮子有爱、捐血有情为主题，民众只要到场关会，就当摕到礼券以及澎湃伴手礼。2023的捐血活动，希望呢能够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参与，募集到更多的我们的医疗用血，使得我们台南市的捐血中心能够更多的这样医疗用血能够用在更多的地方。响应规零赛主会举办的关会，台南市第3信用合作社也特别赞助部分的经费。其实狮子会宗旨甲阮信用合作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宗旨其实是种相互呼应的啦。阮社里嘛秉持着讲社区的经营甲这个公益活动的参与借着这个活动还当讲类似异业结盟互阮在地方金融会当来做出更大的服务甲狮子会共款。把这个地方会当发扬光大。规零赛主会18档内已经累计捐出25000地立会。这次关会嘉年华将有4部关会车进驻服务，东港的现场毛安排免费紫微斗数、八字命理、卜卦姓名学等咨询，同时更邀请义诊、甲紧急导生对讲体验，欢迎市民大众拥有高中关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